南四大元老庙联手办活动，要帮也未嫁出的男女找姻缘。 虎城四大元老庙联手规划2025虎城找良缘的活动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嘛邀请伫咧台南独身的男女进来报名。这个庙跟庙之间牵起了非常好的友谊，好，那也月老来牵红线。靠人也爱靠神啊吼，希望讲人的这个促成，靠这众神的这保佑，会当娶到一个嫁娶一个好的这个对象吼。主办单位毋但是替人牵姻缘，就连结婚生囝嘛，家己赞助，而且活动的当日，阁有真侪好礼通我抽奖。老生囝，咱就以这月租啊钱甲牛奶粉钱，咱2万块，来甲。 助伊囡仔是大汉。8月24日，伫咧台南会举办联谊大会，按算会招80个男性甲60个女性，为即马开始就会当伫咧网络顶悬报名，毋若去交朋友，阁会当摕好礼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